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王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铺在水以上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造成大光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日头管白昼，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月亮星宿管黑暗，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接下来请看23节。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以上。现在我们要请邱敏玉牧师来讲道。邱牧师是新竹大专中心的牧师，讲道的题目是“爱是永远长存，爱是永远长存”。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在今天在上帝所设立美好的日子，我们可以来同心敬拜上帝今天也是大专的纪念主日在这此刻里头，我们再次的同心来向上帝献上感恩的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在头一天就可以用我们敬畏的心要来领受你的话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活着不只是单靠食物而已，我们要依靠你的话，好叫我们的生命在你的爱的当中得以喂养，生命重新建造，并且与你有生命良善的结连在一起，不是依靠我们自己，乃是依靠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在此刻专注在你的面前，向你祈求你的圣灵要继续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愿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专心聆听的耳，常将你的话存放在我们心里。我们在此献上我们的感恩祈祷，是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我是新竹大专学生中心的牧师。新竹大专学生中心呢，设立在新竹中会之下。那我们新竹中会之下呢，有桃园、新竹、苗栗3大县市的大专院校里面，就是我要去负责去牧养这些大专院校的学生，也进入到校园当中，成为一个校园的宣教士，跟他们分享上帝的话语，也让他们有机会认识上帝的爱。我觉得很感谢上帝，让我放在这个校园的宣教士和成为牧者这个角色。有一个新生，今年大一的新生他就问我说：“米姐，你是牧师哦，那你是在哪里牧会？你现在是在哪里牧会？”我就说：“我已经在牧会啦。我的会友呢，他们没有稳定的收入。”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学生，他们必须要专心的专注，开始在他们的我这群的会友，他们必须专注在他们的专长上面学习一技之长，所以他们没有稳定的收入，甚至还是需要他的家人资助赞助他。第二，我的会友他们礼拜六、礼拜天不会来到我的教会聚会。而他们是在礼拜六、礼拜天去到他们属于自己的教会聚会，可能是回到自己的母会，或者是就近的教会来聚会。这是我牧会的会友的状况。第三个，我的会友的状况，他们再怎么喜欢我这间教会牧会的场所，他们4年之后一定要离开。他们会去到上帝呼召他们的地方，可能是他们的职场，可能是他们当兵的地方，或是回到自己的家乡。所以我的会友有这些的特色，
他们怎么样在这个4年的当中，或者是研究所的这2、3年的当中，我的会友一定是要离开。我的牧会的场所就在校园的当中，要持续的在这里面。对，那我非常感谢上帝的是，我们大专学生中心这个牧会这个地方场域是校园，是宣教的地方。这些学生们，我这群的会友，他们在年轻最时华的当中，他们没有因为离家背景，他们忘记了来敬畏上帝，他们忠心的仍然继续查考圣经，继续在校园里面成为很好的撒种的福音，跟他们的同学、跟他们老师做见证。因此有机会来领受到上帝这个话语的宝贵，他们有机会可以来跟随耶稣，经历上帝的同在。你知道我们这样子新竹中会这样子的撒种和支持，是各个众教会有打开共同的眼光，看见撒种上帝国的美好真实降临在校园的福音的施工里面。你知道我们这样的支持多久了吗？50年。我知道江南去年庆贺50周年哈，我们新竹大专学生中心长了一点点，今年是53年。可是这些点点滴滴是过去的弟兄姐妹、新竹中会的各众教会一起参与在投资在这上帝国青年的施工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造就了多少的我们当代教会里面所有的宣教师还有牧者。包括我们新竹中会的何中元牧师，是我们在苗栗联合大学里面第1届校园宣教里面出来栽培的全职牧者和传道人。你知道我很欢喜的是，今年我一个学生在南神即将也要毕业，这是过去上帝带领的弟兄姐妹看重校园的宣教，看重青年们的一个美好的事工。为什么会这么的有热忱在校园的事工？是因为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的老师是基督徒，他进入校园，还有当地的教会，看见学校的需要，他们在学校里面用上帝的话来跟我分享福音。我听上帝的灵在我的里面动了工，让我愿意接受这份信仰在我里面，让我有机会成为第1代的基督徒，成为上帝的儿女，来宣扬上帝的话，让我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因此其实我过去的生命里面，我是一次非常自闭的孩子。怎么说呢？我国中要搭校车上学，你知道那3年来，我只认识司机，我只跟司机说过话，其他同学我都不敢。这么一个胆怯、害羞、害怕跟人面对的人，我可以站在这里。我完全这个事情不是我可以做的，完全是上帝做那奇妙的工作。在依靠我人有限的里面无法做这件事，是真的是上帝的灵造里面，在这里活真正的做一个见证，传讲上帝的话，何等的美善，何等的美好！真的很感谢上帝做了这件美好的事情。要延续这样子说，遇见了上帝，我们也要来看以色列的百姓，在他们的当中，他们的生命里头，我们也今天在早上的读经的里面，因为约书亚记的里面，以及读到以色列他们的故事哈。我们昨天知道，我们用投票行使了我们的投票权哈，选出了新任的总统哈。我们知道每一代的历史的故事当中，其实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我们的人生的路途里面，我们遇到很多的挫折，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哈。我要现在用以色列的历史来说，在他们的除了在所罗门王那个时期是很平顺的，是安定的之外，其实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国家民族的历史故事是非常动荡的。如果你想要了解这所有的故事，可以回到圣经的旧约里面，有描述了以色列他们的历史哈。他们曾经饱尝享受了许多的美酒和佳肴这些美食，但是你知道吗？他们的民族和故事的当中，
他们也遇过非常多的大饥荒、挨饿、粮食的危机。他们的国家也曾经百战百胜，占领了很多的土地，但是他们也在战争的过程里面，甚至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失去他们的国家，甚至被迫要被掳到别的地方去，异乡，要离开自己的故乡，到别的地方去。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如果翻开过去的历史故事或他们的记载，他们很明白说，你现在的稳定似乎没办法长久，有很大的大起大落。他们可以很深的体会什么是卑微的，他们很深的体会回首过去，他们知道那个挨饿的时期，那个痛苦是什么，他们知道那个没有食物吃挨饿，要担心如果有食物就要储存起来的那种紧张和担心挂虑。他们也知道怎么样，他们也体会到说寄居篱下，成为奴婢，然后要去赚那个被人欺负的感觉是什么。他们如果你提到你跟他们说人生有怎么样的困难和变化，大的变化起起落落，以色列人他们是非常可以体会的。相对的，今日的我们也是如此。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国家的历史，或者是我们自己家族的，或是我们的生命的故事，从我们的出生开始，一直到现在，也有很多的变化和变动。有在这些的变动里面，有些是我们会让我们很开心的，但是需要付出代价。像是什么？像在新的一年里面，担任了会长，或者是当上班长，或者当上主管，可能可以加薪，或者换了一个新的角色，一个新人的里面有孩子即将要诞生在这个新的家庭，他可能很欢喜当父母亲，很开心，可是他也要花很多的时间陪伴这个孩子，喂养这个孩子。所以在新的身份里面，这个改变带来了喜悦，但也开始有些的责任要去承担。有这些的好的改变，会是喜悦的哈，是喜欢的。可是，但也有一些生命当中的改变，却是情非得已的，却是情非得已的。我有一个同学，他的学生，音乐系的学生，在去年八仙尘爆的时候受伤，后来过世。对我的同学来说，或者他的家人来说，觉得很伤痛。这么年轻的生命，而且这么大的这样的意外，有些是情非得已的，有的是失恋，有的是失业，或者是人际关系的破裂，有的也很像是跟我父亲一样，身体渐渐年老了，眼睛可能开始昏花，看不太清楚；有些是或耳朵渐渐听不太清楚，有耳鸣的状况等等。我们的人生里面也有一些变化是我们不喜欢的，是情非得已的。其实我们真实的人生没有办法躲得过这些变动，哪怕是我们喜欢的，或是我们不喜欢的。我们人生好像有很多的困苦哈。我们跟这些以色列百姓一样，看他们的历史，看他们的坎坷的历史，我们也深刻的体会啊。那这些以色列人百姓，他们经过他们回顾这一切坎坷的历史的时候，他们只看到辛苦吗？他们如果一直看这些的辛苦和灾祸，他们心里都是忧愁啊。所以他们用忧愁来面对吗？看似好像没有什么盼望，并没有哎。原来在这些不容易的过程，他们遇见了一份爱。他们用诗歌，他们用唱的方式来叙述说他们遇见了这一份爱。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36篇，他们用唱出这一段的
歌词。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旧约诗篇136篇。我们先来一起来唱第1节和第3节。我所谓的唱，就是我们用朗读的方式哈，因为长久的关系，这个怎么唱的旋律已经遗失了。在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用唱的出来，我们一起来看他们怎么样唱出这段的慈爱哈。好，136篇第1节到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到这里哈，这份永远的慈爱从哪里来？他们在唱的过程里面，他说是从那个万神之神，是从那个万主之主而来的，是从耶和华上帝而来。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感受到这份慈爱从上帝而来呢？是从上帝所行的大奇事，是上帝奇妙的作为。他们把他们沮丧的眼目，他们抬起头来。他们本来是一直低着头的时候，在那个困境沮丧的过程，他们低着头。当他们抬起头的时候，他们看见那个慈爱，永存的慈爱是从上帝而来。我们一起来唱，一起来读哈，第4节到第9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来。称谢那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那唯一能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铺地在水以上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照月亮星宿，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们唱出这一段，他们的心，他们也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所有凡有血气的，一起来感谢上帝，那个慈爱永远长存。再透过这些的星星、月亮、太阳，甚至山，你看着这些所大自然的，他们就纪念上帝。原来这些都是上帝爱他们的记号，上帝爱他们的记号。不只透过大自然的创造，接着如果我们可以，他们也不断的在叙述上帝的慈爱，在他们那些辛苦的历史的故事的里面，在他们特别辛苦的过程里面，他们也感受到上帝那一份慈爱。以色列人的百姓，他们在坎坷的历史的当中，他们想起上帝为了拯救以色列百姓，上帝降下了10灾，在埃及人的当中拯救他们，脱离了奴隶的生活哈。而且他们也再次想起诉说上帝是怎么样帮助以色列人的百姓，在遇到红海后面有追兵，前面有红海的时候，是上帝使红海分开，让他们可以平安的度过。他们再次的回想起，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是上帝引领他们，打败了他们的对敌，并且赐下他们丰富的土地和产业。这些都是他们真实的生命故事，都是他们国家民族的故事和历史。他们看见这些的变化动荡，不只看见辛苦的部分，他们也看见了，原来有一双从来没有那个慈爱的双手，拯救他们，带领他们，甚至陪着他们走过每一个动荡不安的时刻。上帝的手一直都在，上帝的同在和恩典一直都在，特别是他们在他们辛苦的时刻里头，他们不只看见那个辛苦，他们也看见，同时也看见了上帝的慈爱一直都在。所以
这个诗篇，他们继续的传唱哈，这些以色列百姓继续来传唱。我们一起来看23节到25节哈，我们一起来读23节到25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身处卑微，他顾念我们，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慈爱永远长存。这个从创造开始，在历史当中以永远慈爱恩待以色列的上帝，今日仍然与我们同在，也陪伴着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我有机会。抽到可以去嘉明湖登山哈，那是我去年的一个计划，就期待每一年都可以做一些新的事，然后挑战自己哈，终于成型了。我接着去爬山的过程里面，我们遇到了坏天气哈，山非常高，是3000多公尺哈。我第一次爬山就要登这么高的山，我觉得我那时候我们就祈祷，如果真的我们可以抽中哈，就是知道是上帝邀请我们去爬。在爬山的过程里面，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风雨哈。我们在那个风雨当中，我们是摸黑的上去哈。然后其实后来回顾的时候，向导跟我们说，其实他非常的紧张，他很害怕我们身体失温，失去体温哈。然后我们快晚上，我们应该预计5点就应该下午5点要到那个避难的山屋，可是我们快7点的时候才到。所以我们一直担心，我们已经很难得可以花时间，然后花很多的训练去登那个山。我们期待就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山顶，可以期待可以看到嘉明湖，也可以爬到山顶哈。可是因为天气很多变化，在那个爬山的路程，有时候有风，非常的强风，过一阵子到10分之后就下大雨哈，然后又过10分钟之后就起大雾。我突然觉得哇，原来这个天气不是掌握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人是何等的渺小，在那个登山的路程，就是我们活在这里面，脚踏这块土地上，不是只有我们而已。这些大树屹立在那里面，那个风雨的交加的里面，我们是觉得人是何等的卑微。后来向导跟我们说，我们要去的前1个礼拜，才有一个重装训练的警官哦，他在那个山非常熟悉的里面失踪了。连这么专业向导的人，在不断的登山的过程里面，很轻易就失去他的生命。后来教练那个向导非常担心，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还好不容易爬到这个山腰了，我们期待隔天可以登顶，可是要看天气。没想到隔天凌晨4点出门的第一批登山的要攻顶的人，他们1个小时之后就返折回来，告诉我们说：“你们千万不要去，前方太危险了。”我们非常的沮丧和难过。我们好不容易已经爬到这里来了，难道就要放弃了吗？后来我们就想说，好，等雨停，如果真的不行，我们就准备要下山了。你知道下山之后还要花7个小时。接着，我们就练习看一下云象，突然发现到这些云层后就开始下来了。向导跟我们说：“你们要不要挑战看看？”我们就换了我们的行李，我们想说好，我们就去走，有可能有机会。没想到我们向上帝祈祷，上帝竟然让云层离开，太阳出来了。后来慢慢的走，后来又起大雾，又飘雨，又起大雾，又飘雨。我们到最后1个小时了，我们那天走了8个小时。到的时候，上帝就让他放晴。
你知道我们看见嘉明湖的水池是蓝天的，还有白云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诉说上帝很奇妙的爱。当天的晚上，我们回到山屋的时候，我们去上厕所的时候，上帝竟然让我们看到水路。你看见到那个生命原来存在在那里的时候，它是稀有，然后那边奔跑，然后我们在远观竟然可以看到这样的生命力的时候，就只有那一群我们那一团的伙伴看到。然后我们一起在凌晨的时候，只是站在外面想要聊天和祈祷，分享我们的收获。那天晚上凌晨那个温度是5度，我们出来观看到有上帝让我们看满天的星空。可是你知道吗？过了10分钟之后，因为真的太冷了，我就先进去山屋里面，我的伙伴也全部都进来，就说只有在那10分钟里面，我们看见满天的星空。是谁使风可以吹袭？是谁使日头可以发光？是谁创造了这些的动物？以色列百姓借着这首的诗歌传唱，是那份永恒的慈爱上帝。过去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许多的坎坷、辛苦、动荡的地方，这些动荡、改变，有的是我们喜欢的，但是也有些的动荡改变，是我们情非得已的，被迫要去接受的。我们看见的是那些辛苦的地方吗？还是我们也同时跟以色列百姓一样，看见抬起头，仍然看见上帝的慈爱，在特别辛苦还动荡的时刻，仍然陪伴着我们，领导着我们，与我们同在。最后，最后的时候，他说到：你们要感谢，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感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今天是2016年，我们才刚过了这个一个月，我们不知道接下去的好几个月和岁月的日子里面，前方是否也有不同的变动和变化、困苦和挑战在等着我们。然而，透过今天的经文，今天的上帝的话，这首诗篇，这首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可以信心的领受这样的上帝的应许，我们可以勇敢的向前走，因为不管未来将来如何，让我们不只看见那个辛苦和那个变动变化，也邀请大家记得有一份慈爱是从天而来，它永远长存，陪伴着我们。因为上主的慈爱永不止息，也永远长存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祈祷。爱的源头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回顾我们自己的生命，有欢喜的时候，也有让我们觉得辛苦、挑战、难过的时刻。
特别是那些难过、辛苦的时刻，在当下我们特别的需要有你的同在。我们回过头去看那些特别辛苦的时刻，让我们不只是看见那个辛苦和沮丧，让我们知道，也真实体会到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拯救我们，带领我们，也看见你丰盛的恩典和慈爱陪伴着我们。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族以及我们的生命，交托仰望在你的面前，好像我们也常常可以诉说我们生命的故事，来向其他人传扬，在你真的有永远的慈爱，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好像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成为一首传唱你慈爱的歌。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恩，向你继续祈祷，也让我们有你自己慈爱的形象，用你的慈爱去款待我们周边的人。谢谢你，我们仰望你，祷告、感恩、祈祷，是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